今集同大家分享酒店求婚佈置，介紹嘅酒店係易居。睇片之前記得訂閱同撳鐘仔，鍾意嘅話記得讚好，大家記得睇到最後攞優惠。易居位於金鐘嘅5星級酒店，擁有全港最大面積酒店，房間空間充足，適合作為求婚佈置擺放。擁有 Smart TV 可以播放求婚影片，飽覽整個維港同城市景色之餘，夜景亦能夠增添浪漫氣氛。留意唔同房型會有唔同效果，相信喺呢度求婚可以令你有個難忘回憶。我哋20 Balloon HK 佈置經驗豐富，酒店房型佈置設計專業，呢度都係影求婚照嘅好地方。房間內唔同位置都係適合打卡。今次房型屬於 Studio 70，房間空間充裕，除咗可以欣賞景觀，仲可以作為裝飾用途，可做更多裝飾。今次求婚套裝除咗有大型 Marry Me 鋁幕氣球，配有鑽石戒指鋁幕氣球，加上新型鋁幕氣球、定製文字羽毛水晶氣球，充滿獨特性。仲有仿真花瓣鋪喺床上，營造浪漫氣氛。立即卡低呢個畫面，再訂閱 YouTube 同 Follow IG 20 Balloon HK， 付款前俾我哋睇張圖，即享有5% off。我哋20 Balloon HK 佈置經驗豐富，提供生日、紀念日、求婚、百日宴、應援佈置、商業佈置、節日佈置等佈置服務，仲可以為你一條龍待定花束，令你哋減少佈置時間同埋煩惱。立即去我哋20 Balloon HK 官網，了解其他獨家熱門求婚款式及價錢。如果煩惱緊點樣打造一場浪漫、驚喜、畢生難忘嘅求婚，歡迎聯絡我哋20 Balloon HK， 我哋為你提供免費諮詢。如果想知道其他酒店佈置或者節日攻略，記得要訂閱、撳鐘仔、讚好。我哋下次見。